医学大文抱心，抱心就是甲心脏抱咧，像咧抱红婴仔安尼。英文是 palpitation， 意思是有感觉到心脏在跳。正常的状况是，咱体内的五脏六腑在做工，咱感觉袂到，心脏在跳，在喘气，头壳在想代志，腹肚肠仔在震动，等等，拢是伫咱不知不觉中进行。若是调工要注意，你通望到心脏在跳，感觉到你在喘气，伫点字字的时，你甚至会听到心脏的跳声。毋过普通时，咱要是无感觉，嘛毋知影。那照安尼来讲，抱心毋着表示无正常，部分正确。咱若真出力在做代志，像在走、在撞、在举重物、在受气、在兴奋的时，咱会感觉到心脏大力在跳，佮跳较紧。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，一下就恢复正常。医学名词叫生理性心跳过速，通讲是正常的抱心。若是病态的抱心，心跳无规律，念得紧，念得慢，有时大力，有时小力，佮有时像减跳一下，心脏袂输要停去的款式，人会真艰苦，心肝头扎扎，嘛感觉惊吓，那像强要死去咧。医学名词或者心律不整。这个时阵，咱真自然会用手去甲心脏摸咧、抱咧，那像要甲保护的意思，就是安尼。咱才甲号做抱心。抱心的时要安怎呢？免紧张，若是正常的生理反应，1万年就会慢落来，恢复正常。若是病态的，嘛请毋通紧张，冷静扎你的脉，嘛会使用手去摸心脏，好咧甲算看觅，把握2个原则，算看到底心脏1分钟跳几下。正常人的心跳1分钟是60到100下，生理反应的心跳过速伫100到150下的中间。若准心跳1分钟超过180下，请即时即刻去找心脏科医师挂急诊，若无会出代志。注意看心跳有顺有规律无？生理反应的时，心跳紧佮有规律，袂乌白跳。若是病态的抱心，心跳就无规律，连咪跳活愈子，连咪跳恰恰，连咪跳咕咕，而且人会感觉足无力，喘气袂顺。即阵请紧敲电话119，叫救护车送你去急诊，安尼就安啦。抱心就是心脏在甲咱讲，伊有问题，在无爽快，请紧找医生。